當你選擇按揭時，個個都淨係睇利率，但係你鎖定嘅合約年期 term 先係對你長遠財富影響最大嘅決定。點解？因為錯誤嘅選擇會導致你付出最巨額嘅罰款。我哋會深入拆解5年、3年以及短期按揭合約嘅優點同缺點，等你嘅選擇係基於你嘅人生計劃，而唔係單單跟住市場利率走。黃金標準5年合約期，5年固定合約係加拿大最常見嘅選擇。優點，佢提供最大嘅供款穩定性。喺整整5年內，你清楚知道自己嘅預算，俾到你心理上嘅安全感。缺點，佢帶嚟最大嘅利差法 IRD 罰款風險。如果你喺5年內賣樓或轉按，你可能會面臨1萬加幣或更高嘅罰款，尤其喺減息週期。所以呢個合約期只適合100%肯定5年內唔會搬屋或轉按嘅客戶。混合策略3年合約期，3年期近年來越嚟越受歡迎。優點，佢係一個完美嘅過渡期。如果你相信未來幾年利率會下降，但你目前又需要一定嘅穩定性，咁樣可以減少你面對 IRD 巨額罰款嘅風險。隱藏缺點，短期合約意味着更高嘅續約風險。如果3年後利率高企，你會比5年期借款人更早被迫以高利率續約。你必須對續約市場嘅不確定性有更高嘅風險承受能力。投機選擇短期與浮息合約，短期1或2年或浮動利率合約，適合相信利率將會很快下降或需要極高靈活性嘅客戶。浮息優點，提前解約罰款幾乎只係3個月利息。如果你打算短期內賣樓或轉按，靈活性極高。風險，選擇浮息，你嘅每月供款會直接暴露喺加拿大央行嘅加息風險之下。選擇1年定息，你就要冒險喺1年後被迫以更高利率續約嘅風險。呢兩種選擇都唔適合對預算敏感嘅買家。最終決定問題，喺你做決定之前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喺未來5年內搬屋或轉按嘅可能性有幾大？可能性高，你需要浮息合約嚟避免高罰款。可能性為0，選擇5年定息嚟換取穩定。不確定但期望減息，選擇3年合約期作為過渡。行動呼籲，唔好單純因為今日嘅利率最低就選擇合約期。立即獲取一個考慮埋你人生目標和罰款風險嘅個人化分析。即刻去 Liberate.ca 揾我哋啦！